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啦，外邊升龍區啊，喳喳聲已經搶咗上去放啊，跟住佢埋太陽勇士外邊啊，咁啊入邊呢，仲有藍衫嘅電信巴打，中間第4位就馬路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內欄位置呢，灰馬就精英紅心，中間自跑得啊灰色衫粉紅帽嘅，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升龍區接嚟咗個零身位嘅太陽勇士啊，跟住佢電信巴打第3、第4位仲有馬路啊，揈出去外邊啊，自跑得啦，最出嗰邊嘅優才啦，偷入邊上喎，灰馬嘅精英紅心嚟嘅，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升龍區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太陽勇士追緊啦，太陽勇士後邊呢，仲有精英紅心啦，出邊試跑呢隻呢，咁啊自跑得亦都追緊上嚟，最後100零米升龍區有驚喜喎，支嚟咗2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、3名嘅馬都係馬房同一馬房嚟㗎啦，精英紅心第2，自跑得第3、第4名埋邊太陽勇士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廖康明馬房認真厲害啊！升龍區一放到底，精英紅心追上嚟第2，自跑得第3，咁啊頭3名都係佢嘅喎，第4名係太陽勇士。